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很高兴来帮各位大家介绍一段我们人活在世间应该注意的重要的观念。这一段话的内容很精彩，你们各位可以慢慢的去品尝、去体会，好好去领悟、去了解它。这个意思是阳世奸雄，忍心害离皆有己呀，因施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第一句话呢，这个就告诉我们大家，在这个人世间阳世就是在我们活在的现在的这个世界，奸雄这心里面很奸诈，他想尽办法，诡计多端。这种人呢，他忍心害离为伤天害理，违背良心，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得到利益得到好处，而且伤害到别人，违背了上天的旨意伤天害理。就在世间看起来他得到利益，得到好处，但是因施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呢？阴间地府这种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过去到现在放过谁？你如果善，一定有善的果报；如果恶，一定有恶的这种对待。这个善恶是很明显的，没有办法代替的，善恶是平等的。如果你在世看起来你是一个枭雄你觉得你占到便宜了，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良心，到阴间地府，这些东西都要清楚的交代，你没有办法逃过，在阎罗王的面前很清楚的告诉你，你有任何所作所为，你都是带给你未来的这种整个命运，做你自己所得的安排，不是别人害你，是你做自己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呢，为了未来以后的道路，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要实实在在的做人，不要伤天害理南无阿弥陀佛。